大家好，歡迎參到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9、10、11。咁一連11條片介紹晒金鐘同埋中環分別俾南港島線，一個俾港島線，呢個俾咗屯馬線。呢3個站，我都俾咗呢條線。美孚佢俾咗屯馬線啦，佢就俾咗中央線用啦。咁紅色嗰就有荃灣、荔景、旺角同埋中環。橙色呢就荔枝角，黃色葵興、尖沙咀、尖東。綠色嘅深水埗、葵芳同佐敦。青色嘅九口。藍色美孚、金鐘。紅色仲有中環。紫色太子，灰色油麻地。咁咯，好啦，咁下一集介紹港島線。咁星期二再見啦，拜拜。